续来看高雄市长的选战，国民党的郭志温再去用车队伫个市区来扫街，有支持者会国旗发动选。那民进党的台基迈一透早就行入去公山的传统市啊，袂少人相争要甲伊翕相。针对郭志温甲口说讲，台基迈就是感觉家己的选情稳当当，所以拢看惯市去苦选。台基迈来回应讲，这只是鱼帮水，水帮鱼，也就是这只是大家互相斗相挺。车队起走，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郭志温，下晝繼續掃街，為市東部出發走市區。支持的民眾會旗啊、發動選，閣有人放炮歡迎，沿路真濟人攏甲加油讚聲。郭志温這幾天家母帶囝仔，家己做家己，對手民進黨高雄市長陳其邁，在咧選前倒打勝日上關鍵的這幾天，去家人替蔡世榮做事，郭志温就來警惕陳其邁。我想他自己認為自己選情很穩吧，當然就尊重啦。佢看到走出連任的高雄市長陳其邁，下晝行去公山市場拜票。幾日大大的頭家看到伊有夠歡喜的，歐巴桑媽媽攏佇咧現場發動選。閣有人爬上單位，就是要甲陳其邁翕相，規芳市場變個熱鬧刺刺。對口郭志温口說，家己穩調的，再去家人做選。陳其邁回應是互相鬥相挺。其實也有很多這個不同地方的這個選民哦，其實也都會回饋到這個我們自己的選票上。高雄市選情攏冷冷啊，在咧上尾幾天開始燒熱起來，哪料兩大候選人除了上鏡頭小結，嘛掃街拼氣勢。